各位荧幕前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严肃，甚至关乎大家生命安全的话题。在台湾，冬天大家最爱吃的就是那一碗热腾腾的白萝卜汤，清甜又暖胃。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震惊的事实，有一群特定的族群，只要在冬天连续吃7到14天的白萝卜，他们原本控制的好好的血压药可能会突然失去药效，血糖开始像云霄飞车一样剧烈波动，甚至心跳变得乱七八糟，而他们自己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不是在危言耸听，因为白萝卜这种看似健康、人人夸赞的平民人餐，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90%的老人家在吃的时候都以为吃越多对肺越好，对身体越补，却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走入危险。如果您现在正在服用高血压药、糖尿病药，或者您平时就特别怕冷，手脚冰凉，请您一定要把这段影片看完，1秒钟都不要快转，因为只要听错一个段落，您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重复了许多病患曾经付出的惨痛代价。我们不但要告诉您谁绝对不能乱吃，还要教您怎么吃才不会破坏药效、不伤胃。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以便从我们这里获得最佳的健康建议。我想知道您是否正在观看这部影片。如果您觉得这些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在评论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让我跟各位分享一个发生在彰化的真实案例。这是一位72岁的陈国和大哥，他是一名退休老师，生活规律得不得了，每天早起运动，不烟不酒，是大家眼中的健康模范生。陈大哥有个习惯，冬天白萝卜盛产时，他每天晚餐一定要喝一碗自己亲手熬的白萝卜汤。他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他坚信萝卜能清胃化痰，对肺部好。刚开始的前10天，他觉得胃口变好了，睡眠似乎也不错，但到了第2周，事情开始不对劲了。陈大哥每天清晨起床时，总觉得头晕目眩，手脚像是冰块一样，怎么都搓不热。到了第3周，他开始觉得肚子胀得难受，半夜频繁起来上厕所，甚至感受到胸口闷闷的，心跳快到像在敲鼓。有一天晚上，他喝了1大碗公的加重版萝卜汤，没过多久肚子剧烈绞痛，家人吓得赶紧送他去急诊。送到我面前时，陈大哥满脸疑惑，他问我，医师，我吃得这么清淡，这么健康，为什么身体会垮掉？其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关键。白萝卜本身没有错，它真的是好食物，但问题在于陈大哥的体质属于典型的脾胃虚寒，他用那种连续、单一且大量的吃法，对他的身体来说就像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对住原本就微弱的小火炉泼了一桶冰水。他的脾胃受不了这种极度的寒凉，导致能量崩溃，进而影响到了他原本服用的心血管药物代谢。所以不是食物不好，而是您的身体环境在那个当下承受不住那样的吃法。身为一名看诊几10年的老医师，我常跟病人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身体的胃就像是冬天家里的暖气炉或是灶头，要维持生命，这个炉火必须要持续烧作，我们的血液才能像车子一样在温暖通畅的马路上顺利行进。但是白萝卜这个种食材在中医里，它的性质是非常寒凉的。如果您在冬天本来就需要更多热量来御寒，却每天大量摄取寒性的白萝卜，这就像是往您的暖气炉里倒进冷水。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炉火旺，倒一点冷水进去，火灭不了，反而能降火气。但对于我们过了60岁的朋友，炉火本来就比较弱，这冷水一倒进去，炉火就会变得很微弱，甚至熄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家吃1-2天觉得清爽，那是因为萝卜在帮您顺气。但吃超过2周，您的脾胃能量被耗尽了，身体就会出现崩溃。这时候，原本应该在温暖马路上行驶的血液、车队，
会因为路面结冰、变冷而开始打滑、阻塞。您的血压自然会开始失控，药物也变得难以吸收。我见过太多病友以为自己生了什么心病，到处找名医挂号。其实他们缺的不是更多的药，而是要把生活中的这碗冷水先停下来。大家不要压力太大，我不是叫大家永远不吃白萝卜，而是要懂得适可而止。接下来我要分析白萝卜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以及哪些人是真正的获益者。在古籍和中医传统中，白萝卜被称为小白人参，这可不是随便乱叫的。如果用对了方法，它对人体确实有巨大的贡献。首先，它非常擅长消食化滞。如果您今天吃的比较油腻，肚子胀胀的，来点萝卜可以帮助消化，缓解便秘。其次，它能化痰止咳。对于冬天容易喉咙有痰、肺部燥热的朋友，萝卜是天然的清道夫。最后，现代医学也证实，萝卜里的纤维和维生素对于稳定血脂和血糖是有正面作用的。但是请大家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能乱补。白萝卜要成为人参，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您的量要对；第二，您的时间要对；第三，您的体质要对。如果您的体质适合，它就是救命的良药。但如果您刚好是那几种不适合的族群，这小白人参就会变成寒性砒霜。很多老人家听说萝卜好，就没日没夜的吃，以为吃越多血管越干净，这就是最危险的误区。当萝卜的寒性超过了您身体能承受的上限，它的好处会全部消失，剩下的只有对脾胃的损伤。这就像开车一样，油门、营养踩过头了，车子就会失控，冲出路面。所以我们必须保持警觉。接下来我要列出4种必须特别小心白萝卜的特定族群。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就在其中，请务必拿笔记下来，或是转发给他们看。现在请大家看仔细了，这4组人群在吃白萝卜时，就像在走钢索，必须非常谨慎。第一类是脾胃虚寒的人，这类朋友通常平时就容易拉肚子，吃点冷的就肚子痛，或是舌苔白厚，手脚常年冰冷。对你们来说，白萝卜的寒凉会直接打击你们的元气，让消化系统彻底摆功。第二类是正在服用降压药或糖尿病药物的人，这是最危险的一群。因为白萝卜有很强的利尿作用和降压倾向，如果您同时服用药物，可能会产生加成效应，导致血压突然掉得太低，或是血糖波动过大。这不是开玩笑的，严重的会导致清晨起床时晕倒、中风。第三类是有甲状腺问题的朋友。白萝卜属于十字花科蔬菜，含有一些成分可能会干扰甲状腺素的代谢。如果您已经在吃甲状腺药物，长期大量吃萝卜，可能会让您的脖子肿大或是代谢变慢。第四类是胃溃疡或胃病发作期的人。白萝卜纤维虽然多，但它含有芥子油等刺激成分，对于受伤的胃壁来说，就像是在伤口上撒盐，会让您痛得更厉害。看到这个里，这4类朋友可能会很沮丧，想说，那我是不是这个子都不能吃萝卜汤了？请放心，我当医生的目的不是要禁绝您的口腹之欲，而是要教您怎么吃得聪明。我们不需要完全放弃这道美味，我们要做的是改变对待身体的方式。只要透过一些科学的搭配，我们就能把白萝卜的寒性化解掉，让它变成温和的补品。好了，老朋友们，接下来是今天的重头戏，我要把压箱底的白萝卜黄金搭配法传授给你们。只要掌握这4种搭配，即使是体质偏寒的朋友，也能偶尔享受美味。第一种搭配，白萝卜配红萝卜，这在营养学上是互补的。在性质上，红萝卜比较偏温性，两者一起炖煮，可以平衡掉白萝卜的部分寒气。第二种搭配，白萝卜配鸡肉或牛肉，这是我最推荐的。肉类属于温补热性的食材，尤其是牛肉，能补气血。
用肉类温润的油脂和能量去包裹住萝卜的寒凉，就像是给萝卜穿了一件厚外套，进到胃里就不会那么刺骨了。第3种搭配白萝卜配红枣。红枣是补气健脾的圣品，在熬萝卜汤的时候，随手丢进5、6颗红枣，不但汤头更鲜甜，还能保护您的脾胃不受寒气直接侵袭。第4种搭配白萝卜配老姜，这是最重要的秘诀。老姜是温热之王，它可以发散寒气。如果您真的想喝萝卜汤，记得老姜要多放几片，最好是切成丝一起吃下去。除了搭配，吃法也很关键。第一，量要少，每餐大约1小碗汤，几块萝卜就够了，千万不要当主食吃。第二，频率要低，1周最多吃2次，不要天天见面。第三，时间要选在白天阳气旺盛的时候吃，晚餐或宵夜尽量避免，因为晚上的阴气重，会加重萝卜的寒性。大家要记得，我们吃饭是为了养生，是为了让身体这台老机器能运转得更久、更顺畅。吃东西不要一窝蜂，也不要因为听说什么好就叛命吃。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如果您吃完觉得舒服，那就没问题。如果吃完觉得胃冷心慌，那就要马上停下来。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些方法，保护好自己的胃，就是保护好自己的生命线。虽然教了大家怎么吃，但我觉得大声提醒，有些组合在餐桌上简直是慢性自杀，千万不能出现在同一个餐盘里。首先，白萝卜绝对不能搭配生冷的水果，尤其是冬天的柑橘类。萝卜在代谢后会产生一种物质，如果遇到水果中的类黄酮，可能会产生反应，对甲状腺造成巨大压力。其次，白萝卜汤后千万不要立刻吃油炸食品，这两者在胃里会形成极难消化的负担，会让您的肠胃气体爆炸，导致严重的胀气和胃食道逆流。第三，不要跟酸性食物一起大量食用，过酸的环境会破坏萝卜中的酵素，让它原本能帮助消化的功能消失，反而变成堵塞在肠道里的负担。最重要的一点，我要再次强调，吃白萝卜与吃药时间一定要隔开至少2小时，尤其是降压药。如果您刚喝完一大碗萝卜汤就马上吃药，药效可能会像被点火了一样突然爆发，让您的血压瞬间降到安全值以下。如果您不小心吃错了，觉得身体闷闷的不太舒服，记得先喝一杯热姜茶，或者用温水袋热敷一下肚子，这能帮助身体把寒气排掉。请记住，知道什么该吃是智慧，知道什么不该一起吃是修行。只要避开这些雷区，您的冬天就能过得平平安安。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小撇步。很多朋友身体出问题，是因为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那一刻就错了。挑选白萝卜，记得要选拿起来沉甸甸、表皮光滑、没有裂缝的。如果拿起来轻飘飘的，代表里面已经空心了。这种萝卜不但没营养，吃进去还会产生更多废气，让您肚子更胀。买回家后，如果没有马上吃，记得要把上面的叶子切掉，不然叶子会持续抽前萝卜的营养。存放在阴凉处即可，不要在冰箱冰太久，因为冰过的萝卜寒性会更重。各位老朋友，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位陪伴我们几十年的老战友，它老了，精密了，但也变得脆弱了，需要我们更温柔的对待。一碗简单的萝卜汤隐含着这么多学问，就是希望大家能活得更精细、更健康。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助，请一定要分享给您的家人和老同学。如果您的另一半也爱喝萝卜汤，请把这部影片传给他。保护好自己，就是给子女最大的财富。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下次再见。